你好，你有冇試過喺某個安靜嘅時刻思考過死亡？你可能會驚，你可能會避開呢個話題，但係 Bashar 話，死亡並唔係終結，而係一個好自然嘅過渡。死亡只係頻率嘅轉換，你嘅意識並唔會終結，佢只係改變咗形態。你離開肉身，翻返去嚟自非物質嘅領域，呢個就好似除咗一件外套咁自然。今日我哋要講下死亡之後發生其中一件好重要嘅事——生命回顧。呢個唔係審判，唔係懲罰，而係靈魂嘅一次深刻學習同埋成長嘅機會。Bashar 話，當你離開肉身，你首先會意識到自己仲喺度，你嘅意識冇消失，你嘅靈魂保持完整，你會翻返去一個你本來就熟悉嘅非物質領域。呢個過程並唔痛苦，而係一種釋放。當你過渡嗰陣時，你會感受到一種輕盈、自由。你會意識到你唔係你嘅身體，你係嗰個曾經居住喺身體入邊嘅意識。你會被你愛嘅人、被指導靈以及一直喺你旅程當中陪住你嘅光之存有所迎接。呢個翻去嘅過程係會俾愛包圍嘅，你唔會孤獨，你嘅靈魂家人會迎接你。然後你會進行一場深刻嘅回顧。生命回顧係你死亡之後嘅一個核心體驗。你會重新經歷你嘅一生，但係唔係由你嘅視覺，而係你由接觸過每一個人嘅視覺。你會感受到佢哋嘅感受。呢次唔係審判，呢一次係學習經歷。呢個就係你理解自己選擇所帶嚟影響嘅方式。你講過嘅每一句說話，你做過嘅每一個動作，你曾經幫過嘅人，你會感受到佢哋嘅感恩；你曾經傷害嘅人，你會感受到佢哋嘅痛苦。呢個唔係要你內疚，而係要令你明白你嘅存在對呢個世界產生咗幾大嘅影響。感同身受就係生命回顧嘅重點。如果你帶俾佢哋歡樂，你會加倍感受到嗰份歡樂；如果你令到佢哋痛苦，你會好似親身經歷咁樣感受到嗰份痛苦。呢個唔係為咗懲罰你，而係為咗喺最深嘅層次上邊教導同理心，係為咗幫助你成長。同理心係生命回顧嘅核心，亦都係最終課程。你終於明白，你嘅每一個念頭、每一句說話、每一個行動都有力量，都有漣漪。生命回顧完成之後，並冇一個法官會判刑，冇天堂同地獄嘅賞罰，只有理解同學習。Bashar 話，死後係冇審判，只有回顧同埋反思。你同你嘅指導靈一齊會評估你學到啲乜嘢，你仲未學到啲乜嘢，以及你希望接落嚟探索啲乜嘢。你唔會因為錯誤而受罰，你只會被給予理解佢哋嘅機會。咁樣你就可以喺下次體驗度做唔同嘅選擇。你嘅生命係你嘅靈魂自己揀嘅課題。生命回顧就係睇返你做成點，有邊啲功課完成咗，有邊啲仲要繼續努力。然後你會休息，你會同你嘅靈魂家族團聚，你會計劃下一個旅程。Bashar 話，如果我哋明白咗生命回顧呢個真相，我哋可能改變而家嘅生活方式。當你明白有一日你會從你接觸過嘅每一個人嘅視角嚟體驗你嘅生命嗰陣時，你會改變你嘅生活方式。你對自己嘅言語更有意識，對自己嘅行為更有覺知。你開始以更大嘅善意對待人哋，因為你知道有一日你會感受到佢哋嘅感受。你今日點樣對你嘅家人？你今日點樣對街上面嗰個陌生人？你今日點樣對待自己？有一日你會親身感受到。呢個唔係威脅，而係一份禮物，一份提醒你每一刻都重要嘅禮物。生命回顧係要你明白你嘅業力功課，你嘅靈魂喺投胎之前揀咗邊啲課題嚟學習。呢一世你學咗乜嘢？你嘅生命回顧就好似你嘅成績表，唔係俾人打分數，而係俾自己睇清楚你做成點。喺生命回顧當中，你唔單止睇到自己做咗乜嘢，你仲睇到自己點解咁樣做。你會理解驅使你嘅行動信念、恐懼同慾望。你會睇到你一生中重複出現嘅模式，你不斷遇到嘅課題，你正喺度處理嘅業力。你會以完美嘅清晰度理解嗰啲課題你完成咗未？你會睇到自己嘅一生唔單止發生咗啲乜嘢，而係明白點解會發生。
你會睇到你嘅限制性模式，好似我唔夠好，我唔值得被愛，世界好危險。呢啲一次又一次咁創造出相同嘅困境。你會睇到靈魂課題，學習原諒，學習信任，學習愛自己，點樣隱藏喺每一個挑戰後邊。我哋生命中重複出現嘅困境，並唔係偶然，而係你嘅靈魂喺投身之前，自己揀咗業力嘅功課。生命回顧就係要令我哋睇清楚呢啲功課。嗰啲挑戰你最多嘅人，往往係你靈魂層面上同意要向佢哋學習嘅人。佢哋唔係你嘅敵人，佢哋係你嘅老師。喺生命回顧當中，你會見到你投胎之前所簽訂嘅靈魂契約。你會理解點解某啲靈魂進入你嘅生命，以及佢哋同意教導你啲乜嘢，仲有你同意教導佢哋啲乜嘢。你以為嗰啲傷害你嘅人係你嘅仇人，但係喺生命回顧入邊，你會睇到真相。佢哋係你嘅靈魂伴侶，佢同你一齊簽咗一份契約，佢同意扮演傷害你嘅人，俾你機會去學習原諒，而你可能都喺另一世扮演過同樣嘅角色俾佢。呢啲全部都係靈魂層面嘅愛。博沙話，生命回顧嘅最後一部分係你同你嘅指導靈一齊規劃你嘅下一世。你會睇到你嘅靈魂進化嘅整體藍圖。你會選擇你希望繼續嘅課題，你希望平衡嘅業力，以及你希望探索嘅新體驗。你將選擇你嘅父母、你嘅環境，以及你將面臨嘅關鍵挑戰。呢一啲都係為咗幫助你以靈魂渴望嘅方式成長。你嘅父母係你揀嘅，你嘅困難係你揀嘅，你嘅天賦都係你揀嘅，全部都係為咗你嘅靈魂成長。生命回顧就係令你睇清楚呢張藍圖，然後帶住智慧同愛重新出發。最後博沙嘅信息好簡單：死亡唔係終結，而係返屋企。生命回顧唔係審判，而係學習。你嘅靈魂係永恆嘅，不可摧毀嘅。你每一世都係嚟體驗、嚟成長、嚟記起你真正係邊個。當你明白呢一點，你嘅生命會變得更加輕盈，你會更加勇敢去愛，更加溫柔咁對自己同埋對其他人。生命回顧係一份深刻理解嘅禮物，活出你嘅生命，知道每一刻唔係記錄喺審判書之上，而係記錄喺你所觸動嘅人心度。到時候你會明白你嘅旅程嘅美麗同埋影響。今日講到呢度，下次見。